民建辦行新口岸內加入方案欠缺科學理據。喺今日，我哋會由林志文同大家講解下點解廉署會建議輕軌應該選擇喺孫逸仙大馬路地下化方案。廉政公署報告分析輕軌路線經過新口岸段嘅兩個路線方案之後，認為任何一個建議只要符合安全要求同埋技術考量，都可以大膽提出意見。於是建議輕軌喺孫逸仙大馬路地下行走，再將倫敦街改為行車同埋行人路，取消所有嘅泊車位，成為連接皇朝廣場東西區嘅主要幹道。咁樣做更加可以平衡區內嘅空間利用，保障居民嘅合理權益，將周邊影響減至最少，甚至發展沿岸嘅地下空間，更加有利將來嘅城市發展。廉署又認為輕軌喺孫逸仙大馬路地下行走，可以將影響減到最少。廉署喺分析到一份由顧問公司撰寫嘅文件，以評分嘅方式比較兩個路線嘅方案對環境、民生、施工影響等嘅利弊，兩個方案得分都相差無幾。廉署進一步認為，既然兩個方案都影響差唔多，應該選擇一個影響更少嘅方案。廉署係質疑到運建辦點解唔選擇走40米寬嘅孫逸仙大馬路，而偏偏揀只有24米闊嘅倫敦街，並且冇提出有力嘅科學理據。根據廉署分析過嘅文件，運建辦曾經以孫逸仙大馬路未來將會有8條行車線為理由，否定輕軌走外圍。呢個觀點同樣受到廉署嘅質疑，因為呢個構想並未經過論證，亦都唔知由邊個提出，理據相當初步。廉署嘅質疑仲包括運建辦話走外圍會妨礙海邊嘅景觀，但係又話西環大橋至美高梅酒店嘅一段仍然會用高架橋嘅方式行走。廉署駁斥咁樣同樣係影響海景，前後矛盾，未能夠令人信服，同時亦都唔係一個符合公眾利益嘅決定。廉政公署又進一步提出，新城規劃草案諮詢文本之中提到，將可能喺舊大橋旁邊嘅填海地旁建設廉署同埋審計署等辦公大樓，而若果方案落實，按照運建辦嘅構想，輕軌又會喺當中穿過，不但可能係影響大樓嘅安全性，以及係上落班人員嘅出行，亦都相信係一種不良嘅佈局，更加係講唔上保護到海岸嘅景觀。所以廉署大膽提出輕軌喺孫逸仙大馬路地下行走嘅方案，認為係兩個方案之中影響較少。澳門電台記者林志文報道。